白衣女舞者手拿各種不同顏色的袋子展示，不要以為他們拿了家裡面阿嬤的嘎吉得呀，這是林百貨全新推出的自有品牌嘎吉 Lab， 取自台灣嘎吉得呀的文化意象，從材質、袋型、色彩到工藝細節都重新開發，不只保留傳統技藝，也融入現代生活美學與穿搭風格。那我們呢，將茄子袋轉換，讓設計跟創新能夠重新來轉譯這個商品，讓大家呢可以透過茄子袋呢看到過往我們台灣的文化可以走入生活日常，而且是融合現代美學的一個作品。在12周年慶中間，林百貨也展現了它對於我們過去台灣人很引以為傲所謂台灣的 LV 嘎吉得呀，它的一個創新，而且深獲虜獲很多人的人心哦。今年林百貨在開幕12周年，以1+2繽紛同樂會作為年度主題，除了串聯品牌設計，還推出巷弄同樂時光特展，向在地收藏家借展古早攤車、童年蚵仔邊文化等珍貴老文物，融入復古飛盤互動遊戲，重新拼湊出台南人的夏日記憶。你就回想講較早的人吼，干那一隻腳車就當做生理，這有足濟吼，較早人民生活啦吼，人員家己要去克服吼，看無簡單的所在。林百貨持續透過設計、展覽與文化策展，探索歷史建築與當代生活。這回更與台灣虎航加碼，在館內消費滿額就能抽夏日繽紛之旅來回機票，機會相當難得。記者周懷棠的報道。